Hello，今日係4月17號星期四啊。歐冠打完啦，今晚到歐霸杯。今晚歐霸杯有幾場波嘅，我揀咗2場出嚟幫大家睇睇分析下。第一場呢，就係拉素對住波特基蘭特。上一場呢，就拉素客場就0-2不敵嘅波特基蘭特嘅。返主場，今晚睇下有冇機會贏返一場。不過呢，就拉素呢，而家喺聯賽裏邊呢，仲可以係爭嗰個歐冠杯嘅。睇下佢個心態係會唔會去爭呢個歐霸。而家個指數呢，就係1.25嘅。拉素對住呢隊波特基蘭特呢，就有可能會贏嘅，不過但係我睇唔睇好贏2球以上。所以我今晚呢，就睇好波特基蘭特呢隊輸唔到2球俾拉素。另外一場就係畢爾包啦，畢爾包對住格拉斯哥流浪。畢爾包亦都係要爭嗰個歐冠嘅。畢爾包上個場呢，就係客場0-0逼和格拉斯哥流浪。格拉斯哥流浪呢個蘇格蘭球隊比較韌力大嘅。所以我今晚呢，就睇好格拉斯哥流浪，亦都唔會輸到2球俾畢爾包。呢兩隊提供俾大家參考下。大家睇下有咩意見留言。希望幫到大家。祝大家好運。鍾意我個頻道嘅呢，就點讚、訂閱下、關注下、轉發俾朋友，好唔好啊？聽晚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好，拜拜。